何爭取？是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趣？重複的自問，回頭又覺得不說更加乾脆。能耐好直到多麼氣餒，留住笑面，偏偏一切沒興趣。為了可以留住身邊的人，我變到懷疑着人生。來活在世上有什麼可興奮？當我看着遠方那麼富有，眼前全是內疚感，不吸引。還有一種感覺更空虛，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。面對自己也開始想潑冷水，唯一的願望提示我不要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。無論什麼不對，忘了身體總有冷風吹。不要哭，為何把溫柔洗去？來撫心自問，仍能如孩子